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呢個多功能日式蒸盤。我哋採用304不鏽鋼嘅材質，經過壓紋處理，更加耐刮、耐用同耐磨。而表面採用納米塗層，更加容易清潔油漬污垢。精巧嘅設計令空間利用率變得更加高，適合唔同大細嘅廚房。多功能配件增加咗台面嘅操作空間。跟住落嚟同大家介紹下佢唔同嘅配件。不鏽鋼盤中盤可以邊浸菜同海鮮，另一面可以用砧板切食材。掛籃方便大家擺放配件。不鏽鋼板可以將切好嘅食物放喺上面，而不鏽鋼解凍板可以解凍冰箱食材。另外有2個籃，可以擎乾餐具又或者食材。導軌設計可以更加絲滑切換各種配件，方便使用。而底部隔音塗層加上1.5厚度，可以減低水流撞擊嘅噪音。外表美觀簡約，現代感強，銀色金屬質感更加容易襯搭各種廚房風格。有185mm 加大去水，加快去水效果。去水有半冚同全冚嘅。